继续来看，警方前一阵啊，才伫淡水甲桃园抓到台湾版的柬埔寨的诈骗案。12号，佮接到线报，讲有其他的诈骗集团伫咧面册发布着登载的消息，甲人约到新北市的3支，一见面就甲人的手机啊、证件甲价金簿啊，甲没收，限制人的行动。啊，其中有一个受害者。骗讲家己有慢性病，无药啊通食咯，互关4天后互放出来，这个案件才来现更。警方攻破门，佮救出一个被害者，逮捕6个嫌犯，要继续来追查幕后的带头。霹雳小组出动破坏器具破门冲入去。厝内2位嫌犯一看到警方，发现无地走，嘛敢会当乖乖双手封铐起来。原来这阁是一个诈骗集团关人的地点。集团的成员先伫网络顶发布找人的信息，甲人约去新北市3支这个社区了后，都甲人关起来。这位30岁姓林的被害人背后伫面册求职，面试了后发现被骗去。诈骗集团甲伊的证件、手机啊，佮有口座拢没收，佮限制伊的行动。被害人常常想到会当讲家己有心脏病、糖尿病，已经无药啊通食。诈骗集团烦恼伊有性命危险，甲伊关4天了后，就甲伊放杀。查甫人嘛，随去报警。警方除了第3支抓人，随后搁伫桃园和三峡的汽车旅馆抓到主嫌经判档，搁有2位协助消灭证据的共犯，加上3支2位负责个被害人的嫌犯，总共6个人。34岁姓陈的主嫌有毒品浸泡前科，女朋友嘛有诈欺记录，原本只是斗领钱的车手，后来愈做愈大，和男朋友做伙做诈骗集团，这个月初才拄税处做办公室，随后警方抓到。警方救出的被害人初步检视未遭受殴打。及凌虐，身体也没有明显的外伤。组织犯罪，妨碍自由，洗钱防治法，诈欺、毒品等案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。获审了后，警方申请羁押禁见，包括经判档主嫌，阁有3支地点的2位共犯，4个人拢互稳准性押。台版柬埔寨诈骗集团想要靠同款的方法继续骗钱，煞踢到铁帮，即马恐惊敢会当乖乖食免钱饭。